第三集，呢一集不一樣的拉斯海馬。大多數研究阿聯酋房地產嘅投資者，從杜拜出發，考慮阿布扎比就完結。呢個係合理嘅。拉斯海馬長期以嚟都不在候選名單上，但呢度有一啲結構性嘅改變。當你睇到咁細嘅市場上面有咁樣嘅數字，通常就係值得關注嘅信號。有兩個並排嘅數字非常值得留意，平均樓價同埋核心地區樓價尺價相距1100迪拉姆以上，對呢個規模嘅市場嚟講並唔正常。佢正確咁話咗俾你聽，資本正集中咗喺邊一度。再睇睇成交量，全年僅超過6600宗，杜拜唔到2個星期就已經達到呢個數字。回報率同埋現實流動性之間呢一個嘅落差，正係拉斯海馬投資問題嘅核心，其他一切都由此衍生。大多數人睇拉斯海馬其實都漏咗一個最關鍵嘅盲點，真正有趣嘅地方從來都唔係回報率本身。如果睇回報率，好多地方都計到呢條數，真正拉開距離嘅係而家有一個項目準備將呢個酋長國徹底變天。永利嘅進駐絕對唔係開多一間酒店咁簡單，呢個係一個城市嘅大轉型。佢會將拉斯海馬由一個安靜嘅海邊度假區，直接推向國際旅遊地標嘅層次。你而家見到嘅回報數字，坦白講，可能只係個市未真正起飛之前嘅 early bird 價。咁問題就嚟啦，你相唔相信永利可以改寫拉斯海馬嘅故事，就好似當年澳門咁？成個投資故事其實就係睇呢個贏面有幾大。一面我想直接講埋另一面，當成個市有80%嘅成交都只係樓花，二手市場基本上只係流於理論，你買嘅根本係一個未經考驗嘅市場。你只係買緊一個遠期嘅願景，然後賭佢交樓嘅時候會完全兌現。仲有基建配套嘅配合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。除咗核心嘅一線海邊社區之外，拉斯海馬嘅長期租客其實唔係想像中咁容易留得住。實際操作起嚟未必有表面回報率睇得咁華麗，所以呢度絕對唔係一筆放低就唔使理嘅投資，但需要你有足夠嘅信念同埋耐性。最緊要嘅係你有冇實力長揸，萬一個市發展得比預期中慢，你仲有冇能力咁等落去？具體嘅策略有2個機遇，我想特別點出。第一，喺永利開幕之後，Al Marjan附近嘅短租市場，呢個係最直接，唔使單靠資本增值就可以直接受惠於旅遊業增長嘅方法。如果永利能夠最終成功兌現佢嘅承諾，周邊短租嘅市場需求結構有機會出現根本性嘅改變。到時你面對嘅唔止再係本地住宅嘅需求，而係嚟自全球旅客同埋酒店級消費嘅要求。另一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就係 Rex Central， 你睇得越長線，呢個地區越可能有意思，因為好多時候基建行先，價格隨後。真正嘅機會往往唔係發生喺一切成熟之後，而係發生喺故事啱啱開始，但係大部分人仲未相信嘅時候。如果你問我最關注嘅風險係乜，其實喺市場已經計咗入條數。永利度假村預計2027年開幕，呢個時間表而家一早已經反映晒喺 Al Marjan嘅樓價入面。永利如期開張，表現符合理想，成個故事當然完美實現。但係萬一佢延遲1年半載，或者博彩業嘅監管環境出現變數，市場係完全冇任何後備方案去支撐而家已經呢個日價。我見過太多過往只係靠單一概念炒起嘅市場，概念如願兌現，回報確實係相當可觀嘅。但係只要不達預期或者發展慢咗，對於任何一個急於要離場斬倉嘅人士嚟講，過程將會非常之痛苦。認清自己手頭上持貨嘅性質，更重要嘅係確保自己有能力等到呢個故事真正兌現。嚟講，我哋應該點睇呢？拉斯海馬係全個阿聯酋表面回報率最高嘅市場，呢個係一個事實。但係同時，佢亦係成個區入邊二手套現能力最弱、離場相對地較難嘅市場。成個投資故事嘅關鍵依賴住2027年永利度假村能否兌現承諾。
如果你係一個有耐性嘅投資者，你信永利呢個故事，而且未來5年之內你完全冇套現嘅壓力，咁呢度嘅回報潛力絕對係成個中東最吸引嘅地方之一。但係，如果以上任何一個條件你覺得唔係太夾，其實杜拜或者阿布扎比一樣可以俾到你相同嘅稅務環境、類似嘅黃金簽證資格，而且最重要嘅係你想離場嘅時候流動性會高啲。認清自己究竟係邊一種投資者，咁樣你嘅答案自然會一清二楚。下一集我哋會睇埋其他酋長國沙迦、阿茲曼、庫察伊拉同埋烏姆蓋曼，佢哋嘅規模較細，但最有意思嘅數據往往就藏喺最少人留意嘅地方。留意下一集啦！